徵，喺受影響地區返香港14日內要用驅蚊劑。唔舒服就要話俾醫生知行程細節。孕婦同正準備懷孕嘅女士唔應該去受影響地區。詳情請瀏覽衛生防護中心網頁。念慈庵延續念慈心。早上時間8點07分，而家嘅溫度係攝氏29度，相對濕度85%。念慈庵枇杷潤喉糖，用新鮮果實同草本精華滋潤保護每把聲音。歡迎收聽《挑戰新路向》人物專輯。今集請嚟香港首位 F1 實習車手方俊宇。大家好，我係方俊宇。我14歲嗰時，第一次同爹哋去珠海賽車場睇賽車，覺得賽車嘅速度好正。由嗰陣開始，我就覺得呢條係我要行嘅路。到16歲嗰陣，正式參加比賽。雖然比一般車手遲起步，但我相信只要不斷努力 ，keep 住自己喺最佳狀態，就會有追上去嘅機會啦。卒之喺上年，我正式成為 F1 嘅實習車手。而唔使賽車嗰陣，我都好中意揸住架車四圍去放鬆下心情。平時我都有開 Shell V-Power Nitro Plus， 佢爆得靚啲，又燒得乾淨啲。持續試用可以令我部車嘅 engine 重拾最佳狀態，去邊都咁順，心情就更加爽啦。挑戰新路向人物專輯由 Shell V-Power Nitro Plus 動力呈現。